国防部伫今仔日公布，过去24点钟内有5粒空飘气球向对东边飞向西边飞向东边飞过台湾的天顶。若今早起7点外时阵呢，彰化分园有民众看到一粒白干体字布条的红色鸡龟落伫咧中南路顶头，怀疑讲这鸡龟是对中国飞来的。若军事专家是讲，这含军用的龟鸡无共款，对倒位来搁爱调查。 汽车伫内边车道驶，头前雄雄出现一粒红色的鸡龟啊！驾驶金芳含道路闪过，车停落来，把鸡龟刷去路边。详细看有白印简体字的红布条啊！这气球的掉落处呢，就位于彰化分园彰南路5段的这一处快车道上。这民众受到惊吓后，是马上通报军方跟警方到场处理。物件红入路中啊，咱早是讲要这先说惊危险，咱给它收落来，收落来。 就去看，这个是大条的空飘的。代志是伫22早起7点外发生的，红布条顶印发挥地灵、猎物发电的简体字，看到的驾驶怀疑是中国空飘气球扰台，基部的彰化分局甲军方人员唔敢大意，拢到场翕相采证。有民众于分园乡彰南路5段往分园方向，发现疑似与国防部于本日发布新闻稿，侦获中共空飘气球通过来台空域。 经本分局通报军事单位，全案交由军方处理。还有一件，国防部22公布，中国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袭活动是意图，为21早起6点24点钟内，除了查到7支男伫台海周边活动，佮发现5粒空飘气球经过台湾本岛空袭，关渡1万只27000尺。彰化县互人看到的红色鸡龟啊，军事专家认为，甲证实军用气象单位所使用的空飘气球无共，属有小型的飞较低的鸡龟啊。这些都是要用气象条件来决定。 从中国飘过来，还是说在台湾有民众，或者是中国船舶刻意在台湾周边的近海所释放，才会让这种小型气球飘到台湾的内陆。数字分讲，红色的鸡龟啊，可能为中国近花台湾近海船只，也有台湾民间释放。判断关键是看当时台湾的气象条件。详细情形，国防部出稿前也无对外说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